圣灵开启咱的心，透过咱所听到的，透过咱所彼此接触的，圣经应允讲，彼此建立，成做肢体，同齐连伫耶稣基督教会元首咱的主。所以，咱的信心就因为甲圣灵三通，听谈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咱就会愈来愈勇行。灵魂的勇行，就会带来身体的勇行。对安尼，咱伫主的面前，同齐来感谢，感谢上帝过去看顾的日子，感谢上帝赐恩伫今仔日。互咱会通搁再一届来敬拜伊，来甲伊相念，同齐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圣哉！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恩典、听痛甲祝福。主伫即时，阮搁再一届感谢你的听，因为你的听痛永远拢伫咧。清早到暗暝。月初到月底，年头到年尾，邀我上帝你的信息之爱，一直陪伴遐个敬畏你、超找你的人。虽然人受到软弱、过犯所赢过，甚至伫罪恶中受吞打，但你甲阮救出来。主，阮为了阮的兄弟，为了阮的姊妹，伫经济的困难当中。迄款会担心看路，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体贴因，互阮了解因，互阮接纳因，互阮鼓励因。人伫信心软弱的时阵所发出的怨言，也真容易带来整个家庭气氛的变歹。总是主，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施恩怜悯照顾因带阮，互阮伫上帝你的听内底，听到你真理的声，互阮对软弱中，搁再一届因着主你的话来得到胜利，得到上帝你的扶持、照顾甲安慰。今仔日，阮用着感恩的心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允。坚定心志倚靠你的，你要保护伊有10分的平安，因为因倚靠你。你是主，是上帝，了解每一个人心中的苦情。主，你既然无照阮的过犯款待阮，主，阮也相信你要搁再一届，互阮软弱的脚、酸软的手，搁再一届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徛起来。也有能力徛起来，祝你纪念每一位忧伤的心灵，并且照你的英文所讲，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你要伫敬拜中亲自临在你的百姓当中，也要让你家己的恩典搁再一届来充满伫每一位超找你的百姓的内面。你是主，是阮的主，你引带阮，你保守阮，你应允相属阮。伫基督内面刚强壮大、仁爱坚守的心，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倚靠你，心有气力，阮的活命也伫主你的内面，搁再一届得到勇行。互主你所享受的，就是你享受阮的活命、阮的灵、阮的魂、阮的体，拢会通合做一，伫上帝你的内面受更新、受优赐，得到勇行。感谢主，将一切上善恶乐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来请江伟兄来报告。平安，非常欢喜。咱总是抱着较无心来到上帝院友内面来敬拜阿拉伊，因咱知影这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消息报告：第一，
有报名8月13到15南部教区信徒灵修会兄弟，若要坐福音车，请伫今仔日下午2点伫教会1楼集合出发。第二，以恁私房圣经买一本送一本的优惠，拉链索引红字的版本圣经2本1450块。要买兄弟，请到招待桌登记缴费。第三，8月18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聊时间一同参加，一同为城市国家起坛守望。第四，活水教会恩福琴甲金香炉本的名，时间伫8月29点到9月7暗时9点，地点伫活水教会8楼，内容琴甲金香炉的课程，甲上帝亲密的敬拜、祈祷生活，伫祈祷殿中还服侍、工作等。欢迎有意参加的兄弟向名存传道来报名，详细请参阅公报栏。第五，9月22、9月16、9月30拜六早起时9点到12点，将伫教会1楼开办信乐侍奉训练课程。师资陈水兰传道廖正业新老师，经执事会决议报名费600块，全勤退费400。有意参加者请有留时间。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等这时请敬拜团。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这是后花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咱着欢喜，咱着欢喜，爱讲欢喜的，敬拜上帝是欢喜稳定的日子，因为伊赏赐予咱一切拢丰盛。咱三个做起立来吟唱诗歌，参中的白灵诗，哈利路亚。山中的白灵诗，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白校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福气。我地像欢喜的心，献出听堂的运气。要花招风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我要称颂你名，永无山。献出听堂的运气，让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我要称颂你名。是全能的上帝，每日相思真福气，我地像欢喜的心，
献出疼痛的阮去，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我们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我来称颂你名，永无山。山中的百姓，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梦里，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福气，予地上花个个心，献出疼痛的根基。上你名永无山，山中的百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福气。地上花的个心，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称颂你名永无山，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我来称颂你名永无山，我来称颂你名永无山。亲爱兄弟，请坐。耶和华赐阮满满的恩典，甲咱三角同在。虽然咱五人受过犯所赢，但伊应允永远甲咱同在。一个朋友就是耶稣，咱同做歌曲欢乐。相信了平安，道过路艰苦事，这是对人袂有信心，袂有放心到途中，人才拄着有运气。什么我烦恼？别空通上
老者真重，感恩体贴万载恩，耶稣在咱心的暖融，将这苦事来记得。耶稣也咱拢无归来，亲像大大要跋倒。一大救主咱通亲近，万事拢通对伊讨。朋友若有看见也这，通将这事来记得。主会用手也查无心通安然免烦恼。亲爱兄弟姊妹，毋知咱的心中有啥物款你的看路的代志，一直伫你的内底，亲像重担缀伫你的身上。会记得主耶稣讲，主耶稣讲，我就是平安，我就是疼痛。就近我的，我一个都拢无放杀。所以咱伫这个时阵，亲像诗歌所讲，有的时阵咱亲像担着重担，用要跋倒同款。但是至大的救主，咱通亲近，万事拢通对伊讨。所以咱这个时阵，三甲做伙透过祈祷来甲咱的救主来讨，讨伊所应允的平安。讨伊的疼痛，讨伊的稳定。主耶稣讲：恁做父母的，虽然无一定非常的好，但是都抑阁知影，你的囝若是讨一尾麻，你敢会摕蛇互伊？袂啊！伊若讨一尾鳝鱼，你袂摕蛇互伊？伊若讨一块饼，讨一块面包，你敢会摕石头互伊？袂啊！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来祈祷，来仰望咱的主，咱的上帝，将着心中所有一切看虑忧愁，拢甲上帝讲。上帝讲，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要将一切所需要的来互咱，也要伫基督内底赏赐咱绝对的平安，赦免咱隆重的罪过。医治咱身体、灵魂所有一切艰苦，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这个时阵三甲做伙来到你的殿中，你讲，这个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你的慈爱、你的疼痛，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要赐恩，互每一位超找你的人。所以，阮今日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仰望主你的疼痛，恳求主你亲自照你的话所讲，因为阮超找你，你就互阮找到；因为阮就近你，你就要亲近阮。主啊，阮感谢你的疼，感谢你的恩典。你应允阮讲，就是阮重担用要跋倒的时阵，你甲阮讲，阮有缘会通。将着万项代志带到你施恩宝座前，为着要互阮林敏敏、王云辉做阮随时的帮衬。主啊，用你的手，用你的疼痛，用你的安慰亲自抱调你所疼痛的细囝。主啊，用你家己极温柔的声音来安慰、来照顾你的查某囝，互你的查某囝伫你的疼内底。得到完全的平安，得到完全的平安，得到完全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好朋友。
忠心到头主，yan才拄着有问题，也是啥物大烦恼，着敢通常常失志，着将大行来祈祷。是咱的主的疼，是永远无改变的疼。大笔的祈祷讲：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确无看轻。虽然伫我的软弱，总是你的手扶持我一生的道路，你的脚陪伴我行人生的未来。我的心忧伤痛悔，要怎搁行行？坐坐困绑当担，我会看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唔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唔免搁定听。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亲像老母听囝儿。我心永无眠，你用双手扶持一生一世袂。
声，永远对伊行。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花，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主你的听，安慰我。阿门。主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你讲，无有啥物会当拆散你对我的听。阿门。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来祈祷，宣告一项代志：所有的苦难、攻击、危险、丧凶，你会记哩？伫迄个上界困难的环境，上帝也阁是陪伴伫你伫我的身边。所以，每一粒灵魂的心，上帝拢纪念。上帝今仔日才咧对你讲，我的查某囝，我的囝儿啊，你减袂记进，我就拢肯为着你，互我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替你死，为你担当一切，又搁互伊对死，搁我证明我的权能。查某囝，我的囝儿啊，我搁有啥物袂当互你呢？你莫家己责备家己过头，你的艰苦会成做我的忧伤，你的目屎会成做我的心痛。来，就近天父的怀抱，我要用永远的听你。咱同齐来祈祷，将家己交托予信实的主，永活的上帝，永远听咱的救主。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感谢，宣告主的听，永远拢甲咱三甲同在。开声来祈祷，请。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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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在。圣在，圣在，圣在，至圣的主，权能的上帝，伫你永远的听内底，我们得到你所想事的丰盛。亲像老母听囝儿，主，我的心仰望你，你用你的圣手扶持我的一生。主，你永远一生一世拢要陪伴我。虽然我捌转作做歹囝，虽然我离开你的道路远远。但你照你的话所讲，你用你的歌仔，你用你的锤仔，甲我交倒转来，甲我教示我，互我会当离开罪恶的道路，互我会当重新进入伫上帝你永远的厅堂，你的平安，你的丰盛，你的祝福。你讲是，什么时阵阮额头你的恩典就要临到我，因为你阮所怀意念，毋是歹的意念，你对我每一个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是赐平安的上帝，你是赐平安的救主，要换伫路尾有盼望、有恩典、有听堂。信靠你的人，的确无地高见效，因为你是锡安永远坚固的磐石。感谢上帝，你的听，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用你家己永远的听，牵阮的手，扶持阮，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得到坚固，互阮尊你的圣名，互你的荣光显明伫你的百姓当中。
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起立来吟唱第3章。道路坎坷又歹行，风雨搁雷声，亲像大船靠定有你同在，我毋惊。主我奉献我生命，专心对你行。我要时刻尊主生命，愿你旨意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为我，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大家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道路坎坷又歹行，风雨搁雷声，亲像大船靠定有你同在，我毋惊。主我奉献我生命，专心对你行。我要时刻尊主生命，愿你旨意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归过，绝对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大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为我，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大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永远听从的人群，主耶稣，享受平安，管理宇宙万项代志的主上帝，也是感动引带阮的主圣灵。感谢你的听从，恩典丰富的祝福，互阮会通伫罪恶当中受主的救赎，互阮因着基督的听从，圣灵的感动。上帝永远的扶持，阮会通伫救恩内底三甲有份。感谢主，你会听透放阮的心，安慰阮的灵。无论阮死也是活，坎坷也是开阔，主你应允，无有任何的代志会当互阮甲你拆散。你会听引带阮的路，保护阮，对答到永远。你的主爱，你的信息永远无变换。阿爸，感谢你，因为你是信息的主，你的确照你的话成就伫阮的身上，将一切上赞恶乐感谢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遭害，因为你甲我同在。
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现在兄弟请坐。下面咱三甲用启用来上读主的话语。诗篇启用文第33篇，我来启兄弟来用下部分，咱三甲齐声。我要五山夜目，我的帮赞对打而来，我的帮赞对着天地耶和华而来。伊的确无互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无拄久，保护以色列的也无拄久，也无困去。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应庇你，日是日头无伤害你，夜间月亮伊无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免。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伊的信息之外的同在，的确要照伊的话成就伫咱当中。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甲伊讲，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永远。阿免，这是咱的主，这是咱的上帝，伊的确保护咱直到永远。咱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但以理书12章1节到13节。但以理书12章1节到13节，咱三甲做伙来上读，请。迄时，保庇你本国的民的天使长米迦勒要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对有国以来，直到迄时无安尼。你本国的民中，既然名落伫册顶的，要得拯救；困伫殿内中的，要有济人服请。其中有得永远活的，有受见笑、永远受厌恶的。智慧人要发光，亲像天顶的光。迄互人归义的，要发光那青，直到永永远远。但以利亚，你爱温从这话，封闭这一切，直到末时。要有真侪人来往奔跑，知识就要成长。我但以利观看，看到另外有2个人徛咧，一个伫河的这边，一个伫河的迄边。有一个问迄个徛伫河水以上，穿幼麻衫的讲：这记忆的事到啥时会应验呢？我听见迄个徛伫河水以上，穿幼麻衫的仰天夜去做手正手的，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讲：要到1载、2载、半载。拍破性命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拢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无明白，就讲：我的主啊，这个代志的结局是怎样呢？伊讲：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个话已经稳重封闭，直到末时，要有真侪人互家己清气洁白，并且受熬炼。但歹人犹原要行歹，一切恶人拢无明白，唯独智慧人会明白。对除掉伤痕的小节，并设立迄个行毁坏、可厌恶的物的时阵，要有1290日，听候到1335日的，迄个人就福气。你要搁去听候结局，因为你要安息到了末期。你爱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咱搁再一届三甲额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赏赐智慧，互人明白你话语的主圣灵。
阮伫这个时阵，搁再一届，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恳求赏赐下面的时间，加倍将着你启示的灵放伫阮当中，互阮会通真明白上帝你话语的奥秘，又搁互阮会通将着你的话语刻条伫阮的心。每一摆，阮咧做人生决定的时阵，迄个话语就对阮的灵魂上深的所在，来影响阮的选择甲决定，通互阮的灵精英，互阮会通选择主你的道路，着阮一生的年日，会通伫圣灵的引带内面，行伫主你公义正直的道路。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来思考但以理。但以理，伊的一生对着伊伫伊的国家受掠去，伊的国家战败了后，伊成做一个亡国奴。但是并无因为安尼，伊就看轻家己。今仔日虽然伊毋是活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伊互掠去他乡外里，伫别个国家内底，伊伫遐来受影响。但是伊坚持一个心，要甲上帝三甲同行，所以伊坚持照上帝话语来生活。咱今仔日看但以理的第12章。伫迄个时阵，上帝不但高举但以理，伫伊互人掠去迄个国家，遐朝代，上帝甚至将着天国真济要成就的代志，大声甲伊讲，互伊也会通留落伊的话语，来提醒祝福以后的世代。咱的人生有真济咱家己的拍算。但是伫这拍算当中，咱面对着将来的时阵，咱会感觉有啥物款的代志会发生呢？人拢期待将来愈来愈好，毋望世界会当愈来愈水，毋望咱的生活会当愈来愈享受。亲爱兄弟姊妹，圣经毋是甲咱讲享受毋好，总是圣经赏赐咱的享受是啥物享受？有3种享受。第一，享受安息日的快乐、平安、稳定甲疼痛。上帝毋是叫咱做一拖拉裤，了后咱休困一阵啊，毋是安尼。上帝爱咱6日殷勤做工，第7日咱就哪享受安息日的欢喜、平安、休困，互咱的心灵搁再一摆复苏起来、精英起来。互咱得到真正的休困。安息日是咱甲咱厝内底的人、甲咱的翁婿、甲咱的后生查某囝，无论倒一天，你甲伊当作安息日，总是上界无一礼拜当中，你应该有一个日子，互你家己得到安息。迄是上帝所应允安息的日子。牧师休困是休拜一。我后见的时阵发现真济古早的时阵想讲安息拜一的时阵出门去的时阵会安怎？较无人。结果即马发现拜一出去毋是无人尔，嘛无通食，因为餐厅足侪拢拜一就关啊休困你敢若嘿。但是你看含外口的人就知影安怎？一礼拜安怎休一天？圣经讲6日殷勤做工，有一日你爱休困。当然，上帝用着安息的日子，互咱的身体得到休困。但是第二，上帝定到一个日子，对着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安息日；对着基督徒来讲，就是主日。所以迄个日子是安怎？是敬拜上帝，纪念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所以咱称作主的日子，咱和犹太人有分别。
当然，咱的信仰是对犹太人，犹太人是咱灵性上属灵的大兄，咱爱疼惜、爱敬重、爱为因祝福、为因祈祷。但是上帝赏赐予咱有一个恩典，予咱伫享受主日，搁较是犹太人因抑搁咧等弥赛亚来，但是咱知影弥赛亚已经来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和犹太人有淡薄仔无共款，就是伫这守安息日的时，因是守安息日，但是咱是守主日，主耶稣对死搁活的日子。所以呢，这是透过这个日子，咱搁再一届，甲咱灵魂的活命，甲主耶稣基督三角对齐，甲天父上帝三角对齐。也伫这个礼拜的日子来敬拜上帝，和兄弟姊妹有好的交陪，彼此鼓励，互相带导，伫上帝的殿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上帝赏赐这个日子，是要互咱会当大声有比，谈到天顶恩典的滋味。安息的日子。是上帝所赏赐，互咱享受的。这个享受的日子是爱伫其中欢喜快乐的。所以做礼拜无应该是一个艰苦的时刻，嘛毋是来听牧师讲道，对着唱歌的时阵开始，伊就是一个礼拜，甚至伊对着倒位消息报告的时阵，其实。伊就是礼拜开始啊！伊就是礼拜开始啊！因为消息报告迄个部分是具体的交通，咱是伫耶稣基督的厅内底，三角正做具体的，所以咱是安怎样啊？彼此正做具体，所以享受伫上帝的厅内底。所以对着安尼，圣经内底赏赐互咱这个日子。上少有三个享受：享受上帝的疼痛，享受身体的休困，享受肢体彼此三角交陪。这是上帝予咱的享受。人会享受世界的享受，改成毋是安尼。因是望会当车花宴乐，因会当过着因家己想要意爱，因的欲望会满足。累积搁较济，因想要做啥做啥做啥，但是你会发现，真侪人伫咧休困礼拜的日子，去唱歌啦，去啉酒啦，去做啥货啦吼。了后的时阵，伫迄个休困的日子，变到安怎？愈忝，有无？所以听到拜一的时阵啊，无爱上班，足艰苦的。所以你着斟酌，这无共款。总是圣经内底甲咱讲，虽然是安尼，上帝甲但以理讲，迄个时阵有一个日子会来到，并且迄个艰难困苦会出现。第1节讲会有大艰难来到，但是虽然伫大艰难来到的时阵，上帝对着但以理讲，总是迄个保护你国民的天使长。就是像米迦勒，上帝赏赐予每一位天使。希伯来书对着这个代志来讲的时阵，讲每一个国家有上帝差派伊的天使，亲自来照顾迄个国家。迄个天使，甲遐基督徒，甲遐祭司，同齐做伙来照顾迄个国家。圣经伫遮明明启示，你本国民天使长就是米迦勒会徛起来，安怎样啊？会为你的国家征战。是安怎会为着伊的国家征战？因为国内底会愈来愈混乱，世界会愈来愈歹。因为人同齐起来，亲像诗篇第2篇所讲的，世间的君王、文武百官同齐做伙组织，要抵挡耶和华。以及伊的受膏者，所以你会看到世界是愈来愈坏。虽然科学愈来愈发达，但是人离开上帝愈来愈远，直到人
伫其中所受到的伤害也愈来愈多。真侪人伫迄个所在做真侪预言，因伫因的预言内底讲是这世界会有一个末日，因对着圣经内底来看，但是因的预言伫迄个所在拢无真准，甚至连耶稣基督伫地面上的日子，伊就讲怎样？讲迄个日子无有人会知，独独天父知。这个世界末日对着圣经开始以来，就有真侪人讲，但是伫这当中呢，牧师无甲全部拢列出来，敢若列几个较典型的。1996年12月17，加州的灵媒就是交几个，伫迄个所在讲，世界会伫即一天结束了，会有1600万台的太空船，甲一群的天才安怎，甲人接去。了，另外一部分呢，一个人啊，这个人这天堂的门的创办人，伊讲人要得到救恩，就是肉体爱拍歹，灵魂就会得到救。所以，什么方法呢？人自杀，伊才会得到救。结果38名的信徒对着伊同齐做伙自杀，但是敢有得到救？无啊。另外一部分呢？咱台湾，你若会记哩？1991年的时阵，迄阵啊，台湾的教会流行一物件，贝里斯移民，讲世界末日要来啊，中国要拍台湾啊，所以呢，赶紧走。所以呢，1991年台湾教会内底有一个真大的风潮，移民潮世界去。了后，佫有出一本册，叫做《1995论8月》。另外，佫有一个预言，就是要到2000年迄个时阵的时，甚至电影安怎拢咧做 Y2K，哦，所以2000年世界末日2000年会到，结果嘛是无来。今仔日抑佫有真侪人咧预言世界末日，因拢认为世界有一个末日，这是有影。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迄个日子来。但是你放心，但以你啊，天使米迦勒会甲恁同齐做伙征战。米迦勒的官兵能力有偌大？伊为你的国家征战，甲你的祈祷，你正做祭司来为着这个国家同齐做伙征战有偌大？上帝袂失败，但是咱爱正做耶和华的军队。咱若是会记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咧征战。当约书亚伫迄个时阵看到一个人徛咧有背出来的刀，徛伫耶利哥的城门口的时阵，约书亚甲伊讲：你是来帮长官，也是帮长官的对敌呢？天使长讲一样代志，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迄个时阵，约书亚就跪落来，趴伫伊的面前，讲：我的主，我的王。所以因就战争战赢，总是因战赢的时阵，咧攻打一个小小的城、外城的时阵，竟然失败。那迄个时阵，天使长安怎样啊？敢无做因的天使长吗？有，但是罪恶。互天使长安怎样？无去甲面同在。上帝无离开咱，但是伊袂当甲罪恶同齐徛起。只要有罪恶伫伊的面前，迄个人就真歹得到上帝的帮助，一定会失落一寡物件。所以伫这个时阵，咱看。咱今仔日要怎样，互咱征战得到胜利？台湾面对着世界这么大的挑战，有个人讲去甲美国抱，有个人讲去和中国讲好，有个人讲咱就爱去怎样。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对着咱讲的一个代志是：做祭司、做君王的，真正有官兵的。是
有偌尼啊侪基督徒同齐真心军队天使长，就亲像徛伫耶利哥城，迄个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偌济人对着伊，迄个时阵伊的征战就会得到胜利。耶和华互人得胜，毋是看伫人济少，乃是看即个团体是毋是合乎上帝的圣洁。所以圣经伫即个所在，甲咱提醒，米迦勒要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对着有国以来无有安尼，迄个日子会来到。亲爱兄弟姊妹，结局是一定会应验的。马太福音24章以及路加福音21章，迄个时阵讲到怎样，对着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无怎样的灾难，以后嘛无，特别大震动，要有饥荒、瘟疫，阁有真济可怕的异象甲大新热对天顶来显现。亲爱兄弟姊妹，你也看讲，对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印度要实施这个猪这个切的出口，恐惊阁会当互咱全世界的这个粮食会递到饥荒去。乌克兰伊现此时的谷物出口嘛受到压榨，你知影？乌克兰这个所在，全世界7个人有1个人，7个人就有1个人是咧食乌克兰出口的粮食。但是即马的港口受到阻挡，伊的产园受到这个炮火，受到炸弹伫迄个所在，甲伊炸害去。所以，伊所显现出来的，这粮食受到真大的伤害。这两下拢总是切国面出口的大国，但是今仔日因所受的，会影响到全世界。咱得斟酌这个代志。这个物件看起来真正尔水，但是呢，伊这是啥？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 EG.5， 即马已经伫全球确诊，伫欧洲迄个所在开始，这个个案增加80%，会顶头搁怎样来一摆？所以喙暗嘛爱加减仔挂。搁再你会通看见，有一个这个地质研究的团体机关，因讲未来板块甲板块相撞的频率会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对2004年印尼规模9.0的大地震了后，全球规模超过8.0的地震，只惊是比顶个世纪，就是比1900年迄个世纪。也搁较济，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讲的，但以理所讲的，世界会愈来愈歹。彼得讲，这个世界会亲像卡电，渐渐旧去、烂去，了后伊就甲伊架起来，换一个新的。总是你唔通对着世界失望呢。当然，咱毋好对着世界抱着过头的愿望啊！咱若是抱着敢若对着世界有愿望，安尼咱就比世间人更较可怜。因为咱这个代志，咱迄个代志，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百姓的名分的缘故，所以咱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无信主的人，因会当为非三者。总是上帝亲自对咱讲，这个世界甲顶悬所有一切，拢会过去。但是敬畏耶和华上帝，乃是永远伫地。所以
你搁家看一个代志，就是这个世界内底，今年7月是全球有气温记录以来温度上介悬的一个月。极端气候，或者将来温度安怎会愈热，或者是愈冷。所以热天会愈热，寒天会愈寒。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总是伫这个代志顶面，你会通斟酌这样代志，就是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未来。真侪人研究圣经，真侪人读圣经，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是，有真侪人伫遐尼研究，知识的增加，有真侪人伫迄个所在研究圣经，该当作知识咧研究，但是这安尼是好。但是研究圣经，毋是为着要研究圣经。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读圣经为着要遵行上帝的话，甲伊讲，读圣经为着要遵行上帝的话。所以你甲伊看，有一寡人，伊虽然读圣经，但是安怎，伊无相信圣经呢？有一寡人，因是用圣经来甲你辩论呢。但是伊家己无信圣经，总是圣经讲啥？有真侪人伊互家己清气洁白，并且受熬练。圣经讲咱一定会拄到灾难困苦，但是天使定会为咱征战。来到新约的时阵，耶稣基督讲圣灵一定会保守咱、引带咱，互咱勇敢，互咱抵挡迄个日子。咱是要对着世界继续过去，还是咱愿意甲主三甲同行？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未来。今仔日时代有真侪人和咱讲话，伫迄个所在讲真侪话了后，讲的其实伊安怎？伊敢若是望你认同伊啦。但是并安怎？伊并无想要改变。基督徒读圣经，若是敢若原来了解明白。了后就无去做，安尼其实所读的话语对咱就无虾米效果。长期落尾，甚至会变做一款宗教模式行为呢尔。圣经内底有一种人，足够读圣经的嘛，足够解说圣经的，但是因甲耶稣基督的救恩无啥物分野。迄个人号做法利赛人甲文士，因真够读圣经，但是呢？因为无有信心，照上帝所讲的话语去行，所以圣经讲因所读的，甲因所做的无合做伙。因为因无够野的信心，照安尼去行，所以所读到的圣经内底的福分，甲因就无关系。这是真可惜的。咱读圣经是要甲咱过去咱的惯势，摕来和圣经做伙比拼。那拼了有无共款的？是要甲我旧的惯势甲伊摕走，用上帝话做新的开始。这才是咱读圣经上介大的祝福甲稳定。个另外一款人，因追求知识。但是无追求属灵的知识，真够读册，但是对着上替因读的册来反对圣经。所以这是真奇怪。圣经内底讲啥？讲所有一切美好的智慧，拢是对上帝来的。就是伊会晓一个人会晓思考，嘛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今仔日。我会晓思考，是出自上帝的疼痛。你讲无啦，迄是我家己搞的，迄是咧上帝。结果我出去发生车祸，弄一个安怎变白痴？后来你佫讲你介搞，你听我的意思吗？无。所以咱爱细致追求知识，佫较爱追求啥？属灵的知识。所有一切知识是对上帝遐来。若毋是上帝尊留咱的活命，若毋是上帝尊留咱的思考的头脑，
咱实在讲，什么拢毋是，真正什么拢毋是。今仔日的时代，阁有另外一款啊，有的人愿意追求甲啥物，甲 AI 吼，即嘛无迄啥物 ChatGPT 的啊，伊就伫迄个所在还没讨论真济代志，伊甚至阁伫迄个所在讨论有耶稣无，讨论有上帝无。我拄着啊，即个代志啊，你有啥物款的建议？伊甘愿伫遐含迄电脑吼对话了，但是电脑是啥？虚的啊！电脑敢有迄个人伫遐？无。伊只不过是一个甲真济资料甲伊插入去内底，但是迄个资料是送用入去的，是人用入的。人的头壳智慧是对倒位来？对上帝来的。但是伊甘愿含 AI 伫遐讨论，吼，含迄个智慧型的电脑伫遐讨论，但是安怎无愿意含真实的上帝三甲做伙对话？圣经讲，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但以你是含上帝三甲做伙对话的人，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你的选择是啥物货？到底你的选择是啥？咱若是选择要含这个会过去的世界做伙，咱嘛会变做会过去的人。但是咱若选择含迄个真实永远无变的上帝做伙，咱就会变做真实永远未过去上帝的儿女。关键十字内底讲，2023年5月17日，伊讲伫你为着家己的人生做正确决定的时阵，你需要有一个或者拒绝的老师。什么会有这拒绝的老师呢？拒绝的老师有4种特质，但是你爱找到一个人，就伊伫咧你想要做决定的时阵，就是伫你做这代志要决定的时阵，爱用你想要爱的方式来做决定的人。这人就是安怎会当了解你的心思啦。亲像我吼做决定的时阵会足慢，你去找一个吼做代志足紧的人来甲我做决定的时阵吼，我一定袂听伊的话。你着遐想，免考虑啊，若无输这就安尼甲抄落，安尼吼你歹做决定。所以你爱找到一个安怎，我稳稳啊、慢慢啊，迄个人做你的老师，拒绝的老师。你即个代志了，你我稳稳啊做决定，这是第一个，甲你同款性质。第二，你爱找到一个了解你的人，伊知影你的专注，伊了解你的背景，伊知影你的婚姻情形，伊知影你的经济问题。好野人真歹替送养人做决定，送养人也真歹听好野人的决定。一领衫5000买落来，我含500都摕袂出来，你叫我买一领5000的衫，你了解无？最后这无了解。我过去的时阵真受苦，但是讲啊，迄有啥通好受苦的？你都毋捌食过受苦，你当然慢慢。迄就亲像古早的时阵，一个故事讲啊。有一个小姐，有一个查某囡仔入来，甲因小姐讲：“小姐，外口哦有一个乞食，讲伊腹肚足枵的啦。哦，敢看咱会当摕村的菜啊是啊，或者馒头包啊，都有村的物件通好互伊食无？”迄个小姐定下就讲：“啥有这腹肚枵啊？伊都毋捌腹肚枵过啊。”所以买手的时阵哦，迄个查某囡仔哦，定下想来想去想，哦，我甲你讲，吼，迄腹肚枵吼足艰苦的。伊讲啊，到底是安怎艰苦？就亲像迄一工吼，你咧喙齿疼，遐尔啊疼会艰苦，安尼你知无？吼，迄小姐哦听到安尼讲，好，内底迄包啊馒头拢摕去互伊，安尼伊就会了解。这就是你爱找一个了解你的人。所以好野人歹为着善食人做决定，因为伊徛伫无共款的所在。第三，你爱找一个你会当安怎？你就是讲更较无好听的话，伊嘛会当了解你的人，伊才有法度替你甲你参详做决定。那伊若无了解你，你讲一句话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讲甲即个话啊，到家女当兵啊，我要来走啊，毋是。伊是会当了解、会当体贴你的人。搁再来第四，上后你爱做一个会尊重你，但安怎无互你说服的人。迄个人会尊重你，但是伊无安怎，无互你甲伊说服去。亲像讲，有个人，我做人的朋友。我甲迄个人做伙，
了，迄个人讲牧师啊，我最近的时阵要做一个生意。了，伊来找我讲，过去的时阵，伊若找我讲代志的时，我甲伊讲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唔好。但是伊知影有的时阵，我对伊安怎？伊的意见，我有的时阵会甲伊拒绝，我甲伊讲，这绝对袂安尼做。伊就怎样？伊就离开。牧师，我都已经决定啊，你唔免甲我讲啊，伊就走去啊。我甲你讲，听啊到有一日的时阵哦，伊发现你讲的话，佫竟然是真的，伊就佫倒转来找你。所以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爱找一个会尊重你的人，但是伊又佫安那，无互你甲伊说服，无互你甲伊缀调咧。有的人啥做爸母有的时阵哦，安怎？咱的囡仔无尊重咱，因为咱互伊折服，安怎做折服？咱已经互伊缀落去啊。安尼，你讲的话就无气力。所以，咱的人生，你若要做一个美好的决定，你爱找到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要安怎样来？第一，你家己本身爱安怎有能力，你家己爱会了解别人，你爱伫迄个所在会当体贴伊的心思意念，你又会当尊重伊，但是你又会当看出伊的错误，伊的唔对。你伫迄个所在指出伊唔对，无甲伊妥协。你讲这个代志就是安尼，我已经甲你讲啦。你若阁要照你家己的话去行去做，我嘛袂甲你反对哦。但是你家己安怎收拾你的结果？这个人要对倒位啊找？我甲你讲，圣经但以理就是这个人。圣经。约瑟旧约的创世纪的约瑟嘛是这个人，因同齐有这款的特质。智慧人虔诚敬畏的态度是啥？伊掠上帝做中心，唔是用知识也是其他的事物来做中心。每做任何倒一项决定的时阵，上帝会安怎讲？安尼就牵涉到一个代志，咱对着上帝话的了解有偌济？咱今日所唱的诗歌讲，主啊，我要遵照你的旨意，互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心上。咱第三首咧唱的诗歌讲，上帝，我愿意安尼做，因为你若是安尼行，你的心掠上帝做中心，你就唔是看这个世界安怎变化。上帝所做的，伫迄个所在，圣经保罗对咱提醒讲，属血气的人安怎？因袂去体贴上帝，因咧敢若会看到讲，人大家拢安尼做，牧师你说安尼，含人无共款。我跟你讲，你爱含人无，我讲的含人无共款，是你爱真做一个属灵的人。圣经讲，真做一个属灵的人，会当看清楚别人代志，别人安怎无法度了解伊。咱一定爱甲上帝三甲同行。世界代志啊，咧变啊，100年啊，就变过啊。今仔日你看这间公司还搁伫咧，明仔载迄间公司就倒去啊。今仔日看这个人遮尔啊丧凶，人明仔载你讲伊就公司伊的股票就上市啊。咱要了解，今仔日甲你做伙食饭的人，明仔载就甲咱出卖啊。今仔日对咱讲歹话、讲严厉的话的人，当明仔载我公司倒啊，干那剩这个人，还佫陪伴伫我的身边，各位了解我咧讲啥吼？所以咱爱真慎重，毋是听咱爱听的话，是听咱需要听的话。所以毋是一个人，你讲啥物代志，你找伊参详，伊拢讲甲你讲好，毋是。是爱用着真理来甲你分贴，互你会当知影怎样行、怎样做。这个属灵的人，毋是家己掠做，我就是拢总对哦。这个属灵的人，甚至是啥？推心置腹，有无？谈到咱讲的第三点，有无？就是这推心置腹的意思是啥？伊了解你的软弱，伊明白你的苦楚，所以就是你做唔对，就是我做唔对。这个属灵的人安怎？用温柔的心，搁再是安怎，甲咱挽回倒转来，陪伴咱重新行倒转来。伊会体贴咱的软弱，伊家己嘛真细致，伊无互家己跋倒去。
但以理，这个人，圣经连续3摆，甚至4摆、5摆，拢讲到伊一个代志，讲啥话？伊讲辟提沙撒来，这是尼布甲尼撒的王对伊讲的，讲我知影你内底啊有圣神的灵。了有一天的时阵啊，这个皇太后啊，我来甲因囝讲啊，因为这个人哦，伫国当中，伊的内面啊那有圣神的灵，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了后，甲伊讲伊有圣神的灵。圣经连续4、5摆来讲到，但以理内底有上帝的灵。但是但以理谁有上帝的灵？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节，请。但以理一日3摆，2个骹头乌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感谢，甲素常同款。一日3摆，甲素常同款。以色列人祈祷一届差不多3刻钟，就是45分钟。但以理一天3摆。毋是干那倒伫遐哦，我有一届吼，我古早的时候我训练我家己吼，禁食祈祷，吼，禁食祈祷吼，活要忝死，所以定定吼，就咱禁食祈祷吼，腰骨用要害，啊，就去倒伫面床顶。毋是人，但以理毋是安尼啊，但以理是一日3摆，2个骹头乌跪伫上帝面前，安怎祈祷感谢。亲爱兄弟姊妹，爱定定感谢。圣经讲啥？天嘛，圣歌安尼讲：天白云电真正大，日日地阴带。所以啦，咱着孝顺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咱敢有定定孝顺上帝恩典？较济时阵哦，咱拢一日干拢伫遐啥？祈祷上帝福，使我食，使我清，使我欠孝，毋免行，拢定定伫遐祈祷者，毋好安尼祈祷，爱定定啊感谢，为着咱所有的感谢。感谢上帝，我有正常咧闹，有啥代志会袂记哩。感谢上帝，我有正常咧闹，头毛愈来愈白。感谢上帝，我有咧闹吼，我的骹头愈来愈酸。感谢上帝，我有正常咧闹，吼安尼会当去活到60岁。感谢上帝，吼我的人生有上帝的陪伴。吼虽然偶然受过犯所赢，但是上帝你拢赦免我。感谢上帝，吼我有即个。胃肠无甲偌好，但是感谢主，互我食药就好。感谢上帝，我有高血压，佫有啥三高，毋系三高高去到倒位啊？毋过我紧感谢上帝，我佫有重阿米高，4高，你听无？你得定伫迄个所在孝顺上帝恩典，毋好干一日干讲哦，我遮腰酸遐哦，酸过来啊，我佫活无偌久啊，我已经老啊，你若愈讲你就愈害。算上帝恩典，定定感谢。感谢上帝赏赐雨水，感谢上帝，你好天，逐项拢好感谢。来，重头戏来啊！系啊，9月18甲10月27，拢共40天，一天读圣经读7章，新约全书拢家读互伊完，了后佫读啥？加列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4卷，禁食祈祷一礼拜3顿时间，家己定着。为国家进入民定，闪宛撇灾祸，一顿为着国家总统的选举，当时要选举啊，明年改成正月11日看吧，所以明年正月11，爱为国家选举来祈祷。我讲，毋是支持你爱政党，系无？爱支持。上帝要竞选的人，我知影对你来讲真困难。咱拢有一款做啥政治正确，但是你爱记，上帝伫人的国中掌权。你敢知影有的时阵美国人有讲一句话啦，选举进前伊拢讲你厝边头尾亲。选举了后，你就是纳税的人民尔，安尼听有无？选举进前，你拢是伊的厝边头尾亲；选举了后，你就是纳税的人民尔。我毋是讲啥物人好，我毋是讲啥物人毋好，我是讲，咱爱为着选举来祈祷，求上帝将合伊心意的人显明伫咱当中。
咱若照安尼祈祷，上帝就会伫伊会绝对永远的计划内底怜悯咱、疼惜咱、引带咱。佮再来一段为着啥？全国的教会，为着咱安乐性教会，为着全国的教会进入上帝命定教会、承接教会，对着社会的责任甲祝福来祈祷。了后，这点上挑战啊！这点上挑战。迄一日的安息日，也是礼拜日啊，总共就是啦。你爱安怎样啊？有一天禁用3 C 甲社群媒体，就是你莫啦，莫去脸书啦，莫去咯。毋是讲你袂当接电话，你知无？就是你迄一天的时阵，你电话放咧，你莫安尼吼，人无敲电话，你着安尼一直安怎？手机啊一直画，人无人敲电话，你就手机啊一直画一直画。乡亲啊，结果的时阵，咱的时间拢互手机甲咱占了了。这嘛是一个真大的练习哦。好，我有的时阵哦，真大会想这样代志。咱若读圣经哦，亲像咱咧背手机啊，遐认真哦。我甲你讲，你炸比牧师较厉害，对无？我咧讲，敢有过分？应该无啦。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咱要仰望主，超出圣灵的同在，用咱人生爱设定一个目标。你甲我，咱拢爱成做祭司，成做属灵的人，看会清楚世间的代志。了，咱会通成做祭司，为着教会的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前祈祷，为着台南伫上帝面前祈祷，为着国家伫上帝面前祈祷。我相信但以理一定是为着伊家己的以色列国家祈祷，为着巴比伦祈祷，为着伊家己祈祷。亲爱兄弟姊妹，你的人生爱有目标。你的目标就是你会当成做一个祭司，成做一个属灵的人，互咱三甲做伙，用活命见证来服侍咱的主上帝。真侪公司真牛画大饼，互人看，公司将来一定会安怎？圣经内底甲咱讲是咱原来有一个愿望。但是咱的愿望毋是看到这个世界，咱的愿望有缘的重点是爱咱得到激励甲安慰，伫熬练中坚持清气甲洁白，亲身体验就会明白有缘背后意义。上帝甲但以理讲，但以理伫上帝面前来洁净伊的心思意念，因同齐了解这项代志。万军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当因伫迄个所在，第一点，就是因无食王拜过偶像的物，这是第一点。第二，当迄个时阵，巴比伦徛一个金像伫迄个所在，爱全国的人民只要看到迄个金像的时阵，听到号角声的时阵，拢爱跪落，爱伫迄个所在拜迄个金像。但是因无拜，因为因相信万军的耶和华会保护因。因虽然伫迄个所在面对这项代志，什么代志？你若无拜，我就甲你弹落倒位火湖内底，伫迄个所在烧。迄个火湖毋是假的哦。当因无拜，尾啊，互人弹入，要互人弹入去迄个火湖内底烧的时阵，甚至遐靠近火炉内底的人安怎？家己都烧死，但是因三个朋友伫火炉内底行来行去，佮出现一个身穿幼满衫、白甲会发光的，会讲有一个人子徛伫遐。这是第二摆，第三摆，但以理伫这个所在，当伊伫一日三摆伫上帝面前祈祷的时阵。其他遐参谋长讲这样代志，因为因
怨妒但以理。所以讲，咱若要找但以理的把柄，咱安怎样？要找伊的空芳，咱只有伫伊的信仰内底有材料找伊的空芳。所以因就去甲国王讲，国王啊，为着要表示你的尊贵，所以安怎？你对待今仔日，你就设定这样代志。伫这日子内底，你互人，就敢若你是皇帝，你会当甲天顶的神祈祷尔。剩的人若是甲神明祈祷哈，就爱甲伊安怎掠落去，等伫西仔坑内底。但你相信上帝，伊知影。伊祈祷的上帝会保守伊，所以伊一日三摆继续伫上帝面前祈祷恳求，上帝亲自成就。圣经讲一个代志，讲啥？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踢掉狮仔的喙，伊的基础徛伫倒？我伫上帝面前无辜。我伫王的面前嘛无做过互国家亏损的代志，请注意，伊对上帝、对人，拢安那良心拢会得过，所以是因为伊内底有上帝的灵，这三摆来表明了上帝掌权，上帝伫这一切代志。所讲的，咱会通去经历上帝，是因为咱大心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你的活命就会显明上帝同在荣光。上帝无要求咱明白所有的代志，但伊要互人知影，甲咱家己命定有关的所有一切的代志。天使长对伊讲：但以理，你只管去。你去听候结局，因为你会安息，到末期你会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句话我头先的时阵准是讲啊，你继续去听候。不过我去翻看原来文希伯来文内底看这句话的时阵，唔是安尼。其实伊应该更较好的翻译是：你已经行往你的结局，你的结局就是你的安息，到了末期你爱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句话更较讲的，就是啊，你的服侍上帝已经业立啊，所以你安怎？你会当准备享受你的福分。这个时阵的但以理已经80-90岁啊，了天使长甲伊讲，你的服侍上帝已经业立啊。我感觉这是好顶大。来到新约的时阵，主耶稣有一届嘛是安尼讲对无？伊当来用遐比喻的时阵讲一个代志，伊讲。伊交伊1000，伊交伊2000，伊交伊5000。了对着迄个2000甲迄个5000的讲，你伫无偌济的事上内底忠心，所以呢，我也要将更较济代志交代互你，了安怎？你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安息。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服侍，上帝已经看见，上帝已经业立。你只要继续安尼行。继续遵照安尼，继续认真明白上帝的旨意，亲像但以理同款，一日三摆伫上帝面前祈祷，大量读上帝的话，互你内面的灵健康起来，勇健起来，你会当分辨各项的代志，伫上帝赏赐互你的日子内底，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你会成做祭司。会成做一个属灵的人，你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知影上帝的道路，你家己也会成做你的家庭、咱的教会、咱的城市、咱的国家真正的祝福。透过祈祷，你听候迄个荣耀的日子，上帝业立你的时刻。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应允阮，你的确要甲阮同在，你保守引带阮，互阮进入上帝你的丰富。求你搁再一届加添阮的信心，祝福阮用心伫你的话语，阮会通成做一个属灵的人，成做一个祭司，成做家庭的祝福，成做教会的祝福，成做城市的祝福。
真侪国家的祝福。阮相信照你的话所讲，关系国家前途的上界重要的力量，是伫上帝你所竞选的教会祭司，深受真上因，应该真上的位分甲气力。若是有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教会，就会强盛。你照你的话成就伫阮当中，圣灵帮助阮，互阮起来回应你的呼召。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三个做伙起立，咱吟唱，咱唱第三首好无？第三首，第三首，咱唱第30就好，第30，连续唱第3节。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诗歌，第30。道路坎坷又歹行，风雨搁雷声，亲像大船靠定，有你同在我毋惊。主啊，奉献我生命，专心对你行。我要死去存住生命，愿你旨意正。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道路坎坷搁歹行，风雨搁雷声，亲像大船靠定，有你同在我毋惊。主啊，奉献我生命，专心对你行。我要死去存住生命，愿你旨意正。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愿全能的主上帝，伊会听从甲你同在。愿圣灵亲自加添，互你气力，互你殷勤读圣经，明白上帝的旨意，互你成做一个属灵的人，看透一切的代志，互你成做君尊的祭司，互你会通成做教会、城市、国家的守望者。因着你的祈祷甲恳求，互国家、城市、家庭、教会因你来得到强盛。愿耶和华上帝亲自赏赐各样丰盛属灵的福分，互你甲你的家伫耶和华上帝面前得业立。各愿你的年日伫上帝面前看做美好，互你直到迄个日子来临的时阵。得见伊阳光的面，进入伊的安息，甲伊的阳光，甲主三个同在，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